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8月20号。這一期咱們聊一聊拉布布。為什麼聊拉布布呢？又一個行業被炒火了。怎麼這麼說呢？大家還記得吧？去年這個拉布布的這個老闆呢，王寧還說我們的缝紉機都冒煙了，供應不上，供不應求一个拉布布动輒最貴的幾十萬。便宜的吧也很貴，但是你還搶不到，就火成那樣。這拉布布的火我記得去年前年是吧最火，但是我們也做過節目也聊過這個現象。但是不好意思現在還有人在提嗎？如果你最近打開閒魚或者朋友圈，不知道發現沒有前一陣子火得一塌糊塗，搶都搶不到的那個小玩偶就是泡泡瑪特那個帶着幾顆尖牙的拉布布，突然間鋪天蓋地全是清倉積回血割肉大甩賣。所以這個事情說起來也很玄幻如果你回想一下，就在1年前甚至半年前，這小玩意兒是什麼光景呢？那時候你走進線下店，櫃檯是空空如也，網上發售幾秒鐘直接秒光，需求非常旺盛，對吧？一布難求，一盒難求。二級市場上原價99塊錢的一個隱藏款，最高的時候被炒到4600多。更離譜的是，有一款限量版藝術塗裝，聽說在拍賣會上落錐拍到了108萬。這哪是個塑料毛絨玩具，這簡直就是坐着火箭升空的印鈔機所以說很多人都匪夷所思就這麼個玩意賣100萬，這是什麼東西一個毛絨玩具。那時候社交平台上到處都是傳聞，說哪個大學生登點搶貨1個月賺了好幾萬，哪個黃牛團隊1周純賺30幾萬，還有人手裡壓着幾百盒，每天在群裡扇面敷衍，說這東西比股票穩，比理財香，全款買房就靠它了。去年很多大學生登點排隊搶貨，一天能賺2萬，不少人一口氣囤個200-300盒，每天在社交賬號曬自己的賬面盈利，感覺輕輕鬆鬆就找到了一條發財的路子，仿佛買潮玩等於穩賺不賠的理財。結果呢，這才過了多久呢？今年官方突然間全渠道大規模補貨，幾百萬件直接往市場上一砸，那些黃牛和囤貨的人還沒有反應過來來了一悶棍，二級市場瞬間就不怕。那個曾經炒到4600的隱藏款，一夜之間就掉到了1800，再到現在500塊錢隨便買隱藏款跌了差不多快90%。在我看來500塊錢都不值，超過9塊9你就得好好掂量掂量。很多壓了幾百盒在手裡的黃牛，現在每天一睜眼就是幾萬塊的浮虧，掛在閒魚上700塊錢一盒，就是一整盒甩賣都賣不掉。我說了嗎？你超過9塊9就得琢磨琢磨認真對待一下。網上很多人開始下結論說你看這又是老的看不懂的泡沫破了，或者是年輕人不傻了，不再去給盲盒接盤了。但是這個事情如果僅僅看成是年輕人清醒了，或者說是潮玩熱度過了，那事情不是這麼簡單所以今天我們這個節目就要好好聊一聊這個拉布布泡沫的破裂，這背後的商業邏輯和宏觀經濟之間到底有什麼聯繫？首先咱們要知道這個拉布布這個東西或者這個泡沫是怎麼吹起來的，怎麼就突然那麼火？這個在2年前或者是去年我們做這個節目的時候都說過，我說這個東西它長久不了。為什麼當時我就下這樣的結論呢？因為大家想一想你要知道它是怎麼吹起來的，你就知道它会怎麼破滅。這麼一個拉布布，這麼一個毛絨玩具，怎麼就能讓那麼多人心甘情願花幾十倍的溢價去搶？官方定價是99，定這個99我都認為貴但是有人要花幾十倍的價錢去搶。其實如果看過一些關於潮玩帝國的分析報告，就會發現它的商業底層邏輯無非就2招。第一招叫盲盒機制與情緒價值，第二叫明星效應與製造稀缺。實際上他們這是相輔相成的什麼叫相輔相成呢？就是說這個拉布布確實能提供一些情緒價值，有很多人呢確實喜歡，
年輕人。那麼喜歡，然後他再疊加什麼呢？疊加那個盲盒機制，就是你喜歡的東西你買不到，你得猜，对吧？你買了這一盒，哎，結果不是你最喜歡最中意的那一款，那你就是還得買第二盒，對吧？買第二盒，這種帶有一種賭博機制，是吧？賭博機制更加促進你的情緒價值，它是相輔相成，互相促进。哎，如果你買中了，那个情緒价值就更加的吧得到体现，你就更加喜歡，愛不釋手，疊加情緒價值。然後第二招什麼呢？第二招就是叫飢餓營銷，飢餓營銷就是制造稀缺嘛。然後再疊加什麼明星效應，就很多明星下場來，哎呀秀這個玩意，說這個好。本來明星就自帶流量，他們就很多粉絲，再加上明星呢，他明星效應嘛，他一炒作這東西，一代言好。這東西莫名其妙，就好人就想要這東西，對吧？但是，當這個大量的需求一下制造出來之後，它供給啊，它就人為的制造稀缺，就是飢餓營銷，就導致這價格就暴漲。但是這個泡沫它就這麼吹起來的，任何吹起來的泡沫，它必然會破裂。先說這個盲盒機制，它利用的就是人心啊，這個打心眼力。對不確定性的那種刺激感，實際上就是賭博的那種快感啊，黃賭啊！你花99塊錢買回來的不是一個確定的東西，而是一個驚喜或者遺憾。那個隱藏款的抽籤概率是多少？6.9%，絕大多數人根本抽不到，抽不到怎麼辦？人都有收集癖，你就想繼續抽，但你抽到了那種多巴胺瞬間分泌的感覺，加上你發到社交平台上，別人給你的點讚評論帶來的滿足感，這就形成了一種情緒價值。後來官方也把這套東西搬到了國外，找了像很多這種全球頂流明星啊，在他的社交媒體上曬同款那個包上的掛這個墜件啊，掛件掛在包上的明星一帶貨，整個的全球東南亞呀、歐美的粉絲啊，那一看他都是追星啊，然後就跟着瘋搶，排隊長龍，從北京排到了倫敦、曼谷。這一下不僅給他貼上了潮流的標籤，還給他鍍上了一層中國 IP 出海、文化輸出的光環。你說再疊加這種官方敘事，我們的 IP、我們的文化征服了美西方，那對吧？那這一下就是火上澆油。到這兒為止啊，如果他只是停留在消費品的層面，其實是個挺成功的商業故事。但是啊，只要有超額溢價的地方，投機資本和黃牛就會像聞到血腥味的鯊魚一樣撲上來。黃牛開始雇老頭老太太去線下門店通宵排隊，包產線上發售。自媒體也跟着搖旗吶喊，把拉布布和黃金茅台並列，起個名字叫年輕人的新型保值資產。這時候很多不懂行的普通人、學生甚至年輕白領坐不住，大家心想，我買這個東西掛包上能裝，過2個月賣掉還能賺2倍，天下哪有這麼好的事兒？於是所有人都默認了一個前提，這個東西永遠是稀缺的。可是啊，我們冷靜下來仔細想一想，什麼叫稀缺？什麼叫稀缺啊？黃金叫稀缺，因為啊，我們的地球整個的儲存的黃金就那麼多，開採一點少一點。核心地段的房子叫稀缺，你要西湖邊上的房子那叫稀缺，對吧？也西湖就那麼一個，它的周圍就那麼大，土地還不可再生，是吧？但是啊，一個用 PVC 塑料注塑成型，用化纖布料裁縫制的毛絨掛件，它憑什麼叫稀缺？一個既沒有技術壁壘，也沒有資源限制，工廠裡的注塑機一開，縫紉機一踩，把它踩冒煙，對吧？許老闆現在在裡面蹬縫紉機，說不定就在踩這玩意，對吧？許老闆一天就能搞幾百個，他一個人，是吧？我們以為的一娃難求，不過是品牌方通過控制發貨節奏、控制渠道投放，營造出來的一種階段性假象，也就是叫飢餓營銷。越讓你買不着，越讓你排隊，你越要買。那品牌方為什麼要控貨呢？因為熱度沒拉滿的時候，必須維持稀缺感。但是品牌方不是慈善家，他是要盈利的上市企業，也就是人家要報表，一年比一年好看。但市場熱度頂到最高點，二級市場溢價幾十倍的時候，
品牌方看着黃牛在中间幾千的賺差價，品牌方不動心嗎？它的產能一旦提上來，幾百萬件貨直接推向市場，這時候手裡的稀缺資產瞬間變成了通貨膨脹的塑料擺件，也就是本來啊99一個往出賣，拉布布就是對吧？泡泡瑪特啊，他能賺的錢就那麼多，因為他賣出去就99，而且他為了制造稀缺性，它的產量還故意壓低，等到把這水炒高了是吧？炒到4000，等到全市場都在眼巴巴看着，想要這個東西的時候，火候到了，是不是這樣子？這個時候，泡泡瑪特立馬幾百萬件貨往市場一放，大家買吧，敞開供應。我記得啊，這中間重點要說2個人推波助瀾，一個就是網紅經濟學家任澤平老師，對吧？任澤平老師啊，也是這個推手之一啊，當然了，他是不是主觀上，他是不是跟泡泡瑪特之間有什麼關係？這個咱不說啊，但是他的行為客觀上成了推手。網紅經濟學家任澤平老師在分析泡泡瑪特及其旗下的爆款拉布布時啊，主要將其歸類為興趣消費與情緒價值經濟的代表，對吧？這個任澤平老師觀點啊，主要是一個是情緒價值與瑞吉經濟的商業落地。任澤平老師認為啊，拉布布爆火並非單純靠營銷，而是精準擊中了當下年輕人精神需求。在傳統消費增速放緩的背景下，以拉布布為代表的潮玩提供了極高情緒價值和悅己體驗，代表從實用消費向精神消費升級的宏觀趨勢。第二個是中國文化 IP 與品牌出海的典範，他高度評價泡泡瑪特將拉布布等 IP 打造成全球化潮流符號的能力。任澤平將這一商業模式比作潮玩界的 MCN， 既通過精細化 IP 運營與海外布局，實現了中國本土品牌在歐美及東南亞市場的高溢價輸出。第三個是跨週期新消費模式，在對宏觀經濟和消費升級的進行剖析時，任澤平多次將此類潮玩 IP 做新消費的亮點進行推薦，強調其具備強粘性、高复购率以及抗經濟周期波動，也就是叫什麼口紅效應呢？在潮玩領域的延伸特性。任澤平老師啊，在跨界剖析並高位力捧泡泡瑪特以及拉布布後啊，也是其一貫看多且淡化行業周期風險的風格，引發了資本市場對相關資產見頂和金融泡沫的討論。恰恰啊，也許是巧合，任澤平老師吹捧完拉布布之後啊，泡泡瑪特的股價就见頂了，此後就一直往下。任澤平老師這種預言能力啊，可以說在業內啊，那簡直是無可比敵，無人能與之爭鋒。任澤平老師吹噓拉布布啊，他的幾個觀點，現在回頭看看，3個觀點，那就是3個笑話。幸好啊，他只說了3個，他還說8個，那就是8個笑話。什麼情緒價值與瑞吉經濟的商業落地？那現在呢？怎麼情緒價值沒了是嗎？不悅己了是嗎？拉布布現在不火了啊！現在呢？中國文化 IP 不出海了是嗎？出海失敗嗎？跨周期新消費，拉布布是新消費嗎？有很多網友說啊，你看啊，年輕人為什麼買拉布布啊？因為他不願意接老登資產。老登資產是什麼？老登資產是白酒，对吧？老登喜歡喝，老登看好的東西，年輕人都不看好，所以年輕人自己搞自己的，就是盲盒加這種悅己或者叫情緒價值，也就是以拉布布為代表的，實際上這都是錯誤的說法啊。這就跟任澤平說的一樣，什麼新消費，哪有什麼新消費啊？哎，這是任澤平老師啊，他是泡泡瑪特拉布布的这個手啊，但是啊，他一吹完之後，這就泡沫就破了，也許是用力過猛啊。那另外一位，那就是那個一個投資領域啊，經常出來到處對吧說教的，我看也想當教父的，叫段永平。這個段永平啊，毫不隱晦啊，自己買了大量的泡泡瑪特股票重倉，為什麼呢？當然了，他不是說看好拉布布這種啊，就不是那種簡單的看好拉布布，他是看好整個泡泡瑪特這種敘事能力、打造 IP 的能力、这種護城河等等。總之，他認為啊，那他就是相當於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吹捧泡泡瑪特，實際上跟這個任澤平啊，實際上就形成了某種呼應。任澤平
他是直接吹拉布布，把拉布布吹到一個高度，什麼新消費，什麼越級消費啊，什麼 IP 出海。而這個段永平呢，他表示啊，首先是自己看不懂，因為他是老登嘛，不理解人們為什麼需要盲盒這麼不確定性的東西，對吧？一開始啊，他也不看好泡泡瑪特，但是隨着泡泡瑪特帶着拉布布等 IP 席捲海外市場，就是海外一下火了，這個段永平老師啊，也就開始以為啊，泡泡瑪特就行了，尤其在東南亞和歐美的爆火。然後這個段永平呢就研究財報，並去海外實地探訪門店後啊，態度發生了重大轉變，認為他展出了極強的全球 IP 運營能力和出海競爭力。然後他通過賣出看跌期權，就是賣出看跌期權，以及直接加倉的方式大舉布局，期間還因不熟悉港股期權規則，賣出了巨大數量的看跌期權，差一點買成第三大股東。隨後他乾脆宣布把中國神華也換成了泡泡瑪特，並公開表示10年內大概率不會賣。從資本市場，對吧？這個段永平啊，以實際行動來力撐泡泡瑪特，實際上就是看好這個段永平，對吧？他在資本市場那肯定還是有一众粉絲啊，也就是他還有一定的號召力。而任澤平老師呢，对吧？这是網紅經濟學家，所以他們兩個人對泡泡瑪特從不同程度進行加持。當然了，像這樣的人很多啊，不管是任澤平老師還是段永平，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看錯了。我的結論很簡單啊，在經濟下行期啊，這種非剛需、價格昂貴的這些消費啊，那都是不可能叫長紅，它只能是短期現象，短期踩中了某個風口，短期撩中了年輕人某種，對吧？這種情緒火一下，很快就像煙花一樣消失在夜空中。無論它開得多美麗，打得多高，2秒鐘之後沒了。很簡單，就這麼簡單，是吧？不要搞那些虛頭巴腦的。在經濟下行的時候，任何非剛需的，而且，對吧？這個價格相對高昂的這種消費啊，它都不能持久。炒作就是炒作，你無論是什麼手段去炒作，最終它的泡沫會破裂。你炒得越厲害，破滅的就越厲害。這有什麼新鮮的嗎？因為，對吧？這些東西按照任澤平老師的年紀，還有段永平的年紀，他們應該知道，但是他裝糊塗而已，對吧？他們總覺得自己發現了什麼新理論啊，新的東西。你看看這個新消費，買個玩具叫新消費。如果把時間往前翻個30-40年，你就會發現啊，咱們爹媽那一代，甚至爺爺輩玩剩下的套路，都比現在野，那炒得更狠，那講得更玄。你比如說啊，上個世紀80-90年代，那個時候咱們經濟那麼不發達的時候啊，就是剛改革開放，剛有那個苗頭的時候，中國就掀起了一股炒君子蘭的風，炒蘭花好像是，這個很多人沒經歷過，但是你要去翻一翻以前的報道，那簡直是火得一塌糊塗啊。80年代初的時候啊，東北那邊炒君子蘭炒得有多低昂呢？一盆形象好的君子蘭能賣到幾萬甚至10幾萬塊。你知道那個時候10幾萬什麼概念？那時候10幾萬和現在的幾千萬是一個意思啊。可以在省會城市買幾套大房子，而且那個是80年代啊。當時坊間傳聞有人用一盆君子蘭換了一輛皇冠轎車，那時候皇冠轎車也很貴啊。大家瘋狂到什麼程度啊？連街上的工人、老師都不上班了，在家裡的陽台上養君子蘭，覺得養一盆就能改變命運。結果呢，後來政策一收緊，市場供給一放開，君子蘭瞬間跌成比花菜還便宜，無數人傾家蕩產。這個君子蘭這個泡沫破裂啊，我們還就是那時候還小，體會不深，因為那個時候這個報道也少。君子蘭炒完了之後炒什麼？炒郵票。90年代的郵票也是得到爆炒，一張幾分錢、幾毛錢的猴票、特種郵票被炒到了幾千上萬。那時候這北京的馬甸兒啊，郵幣卡市場天天擠得水泄不通，大家拿着存折排隊去買郵票，覺得郵票是國家發行，絕對保值。後來郵政局為了滿足市场需求，瘋狂增發新郵票，發行量從幾百萬張直接飆升到幾千萬張，甚至上億張，結果一落千丈。
當年高價接盤的人手裡攢了一堆用不掉也賣不出去的小紙片，炒郵票啊。現在還好多人在玩集郵呢，是吧？說我這郵票，我這一套出去能值幾十万、幾百萬，那都是在做夢啊。这就和很多人守着他的一個什麼博物館一樣的，我這博物館裡都是鎮店之寶，都是對吧？大國重器，都是什麼？都是故宮裡面一件我一件。2010年前後，炒文玩核桃，炒菩提子，炒星月菩提，一对品相好的野生獅子頭核桃，動輒幾萬、十幾萬，號稱談的是文化，傳的是資產。野生核桃樹啊，這本來那個產量就不確定，對吧？那一棵樹上能不能出一個品相好的獅子頭，這也不確定，是吧？尺寸要夠啊，而且你還得找配对，知道吧？就是這個東西就為什麼叫稀缺呢？野生的它就稀缺。你第一個你必須要長到那麼大，是野生啊。第二個呢，然後你形狀也一樣，叫獅子頭，叫光帽什麼的啊。完了之後，關鍵你還得配對，你那麼多裡面找了2個一樣的，那就很難了，是吧？你要找到一個，哎，這麼大的那個樣子的，好像能找到。但如果找到跟它一起配对，像個雙胞胎一樣的，那就不是難上加難嗎？所以這就顯得有點稀缺。哎，這個是稀缺，但是問題是你只要有利潤，別人就能搞得出來。所以說農科所的專家和農戶一看，我操，這麼賺錢呢，那咱就種吧。所以他們就研究出了各種嫁接技術，對吧？把這個野生的核桃嫁接到什麼樹上，滿山遍野的都栽上了。稀缺的它就不稀缺了。優質野生核桃條，對吧？大量嫁接，短短幾年，市面上要什麼樣的核桃有什麼樣的核桃，產能直接爆炸。當年幾萬塊買的極品，現在去地攤上10塊錢一對，你隨便挑，連老頭都嫌重。哎，你有人說了，你這說的都是什麼文玩是吧？都是老登玩的。那行，再說说年輕人玩的啊，大家還記得前幾年吧？潮牌鞋，炒鞋，我也看不懂，知道吧？跟你看不懂炒郵票一樣的。鞋有什麼好炒的呢？是吧？所以說年輕人出场了啊，隆重登场。前幾年從 AJ 限量版球鞋，一雙官方賣1000多的鞋被炒到幾萬塊，鞋贩子們喊着圈子不同，別硬融。耐克、阿迪一看這好辦，對吧？你既然賣這麼貴，既然這麼喜歡，對吧？然後直接開始瘋狂複製復刻，對吧？你炒哪款，我就重新開模生產哪款，各種配色狂噴，泡沫瞬間就破了。從君子蘭郵票到文玩核桃，到限量版球鞋，還衣服嗎？這鞋子炒，還炒衣服的啊，炒腰帶，再到今天的盲盒拉布布，標的物在變，但是它邏輯沒變。從植物變成了紙片，從植物果實變成了橡膠球鞋，現在從紙片變成毛絨玩具，背後的核心邏輯沒有變，從來都是一個邏輯，只是東西不一樣。所以你不能說是年輕人不接盤老登資產，年輕人另闢蹊徑，搞個資產，那都是胡說八道。每一次泡沫的形成啊，都是遵循同樣的公式，一個有一定故事性的標的，加官方或資金制造的階段性稀缺，加上社交媒體的暴富神話，加上泛濫的投機心態，而每一次泡沫的破滅也都是卡在同一個節點上，就是供給端的無限放大，或者需求端的沒錢接盤，也就需求端不玩了，对吧？就像那個什麼天珠，我也不知道天珠什麼意思啊，那些貴的賣幾千萬，便宜的也就10幾萬、20萬，就一個什麼那個什麼有機物還是无机物啊，掛在脖子上那玩意，天珠妥妥的智商稅，对吧？好多人炒那玩意，褲衩子也配飞了。所以我们要说啊，为什麼非剛需的高價消費不可能長紅？所以我們要聊最核心的問題，就是為什麼有些東西能長紅，比如糧食、能源、核心地段、房子，而像拉布布、文玩、核桃這種東西，哪怕一時紅透半邊天，也絕不可能持久。這裡面有2個死穴，誰碰誰死。第一個死穴就是它是非剛需。啥叫剛需呢？大米、麵粉、水電、醫藥，包括手機。現在手機啊，應該是剛需，記住了，這些叫剛需。不管經濟好不好，不管你有沒有錢，你每天睜開眼就得消費。而炒碗掛件、盲盒手辦，他們提供的是什麼呢？
是情緒價值，是越級體驗。在經濟高速增長，大家工資年年漲，對未來充滿希望的時候，人的情緒是高昂的。大家手裡有閒錢，願意為了開心，為了賺點生活去買單。這時候別說99、990甚至9900，都有人覺得我樂意，我買得起。但是宏觀經濟進入調整期，大家的收入預期收緊，開始講究精細化過日子的時候，人會怎麼做呢？人會下意識做消費削減。這時候最先被砍掉的是什麼？絕不是你的房租和飯錢，而是這些可有可無的情緒溢價消費。但大家的口袋錢變少了，大家會發現買個99塊錢的布玩具掛在自己的包上，好像並不能幫我抵扣下個月的房租。那個4000多塊錢的隱藏款放在桌子上，也不能給我派發紅利或者產生現金流。一旦大眾從狂熱中冷靜下來，非剛需品的潮水就會以極快的速度退去。這是第一個死穴就是它不是剛需。第二個死穴呢，那就是得益于中國是個製造大國，中國是世界工厂，中國沒有什麼東西造不出來，除了什麼這個什麼光刻機那些東西暫時造不出來，其他的東西我們都可以把它打成叫什麼價？地板價是吧？白菜價。你說那個塑料对不对？毛绒玩具，你說我們要開足馬力，你一天能生產多少連徐老闆都在蹬縫紉機，都在踩那玩意。所以在咱們這個國度任何沒有高科技門檻，靠裝配和外形設計出圈的工業消費品，只要他敢暴利，就能把它打爆。只要還有點點利潤，那我們就敢生產。後面的製造工厂能把它捲到懷疑人生，這個沒毛病吧？中國企業家雜誌做過一個深度調查，光國內註冊的潮玩相關企業就有36000多家。當拉布布火了之後東莞、揚州大大小小的玩具厂、面料廠全撲上去，從面料升級到雕、精雕，再到工藝上把雕和毛絨結合，甚至引入 AI 輔助設計和自動化產線，工廠的產能和交付能力呈指數級提升。在這樣強大的供應鏈面前，一個工業品的稀缺性那就是個笑話，哪有什麼稀缺性今天品牌方說產能不足，只要他想增產，找幾家東莞頭部代工廠，一個月就能給你整出幾百萬上千萬套。當龐大的工業產能撞上收緊的消費需求，高價泡沫怎麼可能不破？對吧？這產能是無限的，結果我們的消費是有限的，我們現在都不買了，對不對？那不是直接就故事泡沫就沒了。說這麼多我們也不是刻意去逼低泡泡瑪特這公司，對吧？它就是一個生產玩具的，沒必要給它，對吧？神化，沒有必要給它戴高帽子，但是也沒有必要去踩乎它，這就是一個生產玩具的你喜歡就可以去買，但是你非要給它拔高，那這是不對的。說實話，作為一個本土品牌，能把盲盒和潮王做到這種高度甚至走出國門，在倫敦、巴黎、曼谷的核心圈讓老外排隊搶購，這個也確實也部分說明，不能說說明，部分說明中國 IP 運營的成功中國製造的成功。以往像這種東西那都是日韓或者是歐美，對吧 ？IP 嘛，要麼迪士尼是不是？或者日本的，但是能有一個中國人的这個中國企業的這種IP，那也不容易也可以是吧？但是這僅僅陷入一種商業上的一種小小的一個突破。我們普通人一定要分清楚消費、愛好和投資的區別。如果你真的是喜歡拉布布，你可以買一個，沒毛病，99塊錢是吧？掛在自己包上面。你要有錢，你買2、3也行，對吧？這叫愛好，喜歡的就是消費，就是個消費。但是你要是投資，那得慎重。無論你是投資實物，囤這個拉布布，還是投資資本市場，買它的股票，你都得千萬小心。一切泡沫都會，對吧？破滅，潮水必然會退去如果喜歡，對吧？你買一個掛着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認為這東西能漲價，囤着能發財，過幾天賣給下個傻子能賺幾千塊，那你對吧？不要參與。這個世界上，凡是不能自己產生現金流，廠家又掌握着無限生產權力，且全靠後人推高價格的工業製品，本質上就是一個傳花的遊戲那玩意兒看純了水手而已，對不對？
但全民都在狂歡，連身邊平時完全不關心潮玩的菜场阿姨、隔壁小王都在跟你聊这個買這個能升值的時候，往往是泡沫最後的餘暉啊，就是泡沫破裂之前。經濟有周期，消費有冷暖，在當下這個需要開源節流、看清未來的時代，保持一份清醒和理性比什麼都重要。這裡面我再補充一下啊，關於盲盒，我在以前節目說過很多回，盲盒啊，小孩就喜歡開盲盒，有那麼一陣子，有那麼一陣子，我兒子啊也特別喜歡開盲盒。他每次啊一放學就找借口，說自己又是鉛筆沒了，又是橡皮沒了，又是什麼文具，反正沒有了。反正是必須要去一趟文具店。好，那附近的文具店，那你必須帶他去啊。好，去了之後呢，对吧？假裝是買這個筆啊或者橡皮，實際上眼睛啊人呢就去那個盲盒區啊看盲盒。不過他那時候看的盲盒不是那種盒子的啊，是那種小卡片。那卡片裡面是一個小玩具槍，很小很小啊，比手指头還小。我也不知道他收集什麼，反正還有一个特別也是隱藏款吧，就那種他特別中意的啊，一個什麼槍。然後他那個盲盒還一次就2塊錢還是1塊，我不太記得啊。他每次要買幾個，但是我從來不管他。我說你喜歡你買唄，對吧？你要覺得買3個不夠，你就再買幾個，多買幾個。然後他自己說，哎，買3個夠了，或者買5個就夠了。然後一出來他就迫不及待開始刮啊，就要拆開，就開盲盒啊，開一個失望一個，開一個失望一個。然後我就跟他講道理啊，我就告訴他這個盲盒是什麼東西，對吧？第一個就是利用你這個小孩的心理，類似於賭博，對吧？你開中了你就高興，開不中你就失望，但是人總想高興是吧？所以總想去開中，你開不中怎麼辦呢？你再去買開下一個，總希望下一個能開中，這是第一個啊。第二個就是什麼呢？我說這個都是人家廠家營銷啊，人家是做廣告就是賺錢的。你這1塊錢，你啥也沒有，給了他，他說要開多少個就能集齊什麼換一個什麼啊，然後就那套玩法吧，我就告訴他啊，你這套玩法都是人家經過計算的，等到你集齊了，你已經花了好幾百上千了，那這個肯定是經過計算的啊。等到你花了上千了，你給了你那麼一個小槍，那個槍值不了幾塊錢，你看誰賺錢了？結果你花了好幾百。我說不信，你可以接着試啊，你以後每次都買，你看看是不是你總是刮不中。後來他還買過幾次啊，後來發現確實是的，然後他就不買了，他就對這個不感興趣了。這個開盲盒有一陣子媒體也在對吧討論這個事情，也在批判這個盲盒，他就利用小孩這種心理賺錢。而這個文具店裡是最多的，但是啊，這些小孩啊，他開着就不感興趣了，為什麼呢？財富的天敵啊，從來不是行情下跌，而是無知的貪婪和跟風的僥倖。玩具啊，它就是玩具，別把它變成錢包的葬禮。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